有时代力量的立委伫昨昏开记者会，是指记讲桃园一间国小铁路工程的厂商偷卖拆落来才的涂胶甲涂甲，嘛甲废弃物代伫涂骹。即马桃园市政府是表示，因会去调查去处理。台中大甲非常多的那个土地都被营建废弃物乱丢，当作不法，就是掩埋了。营建工程施工会存大量的土石方，内底有的是粪扫，有的当回收搁再利用。照营建署的处理方案，若厂商无法度家己分类，就要送互土石方资源堆置场处理。不过立委陈椒华表示，伊收到真侪检举批讲，厂商拢四界乌白倒废弃物，批评问题出伫营建署无将处理方案提悬到处理办法的法规改善。你们没有定，所以我问你们说，可不可以用在这样？你根本你就没有定啊！我们今年有跟委员说明，就是说在营建中方啊，我们有一个在营建署有第一个。不要再讲废话，你们没有定，你要讲老实话嘛。在地方的话，地方每个县市政府都有定制自治条例，像桃园市就有定制自治条例。陈椒华随即召开记者会，针对桃园一间国小铁路工程的土石方处理提出质疑。历史定线协会理事林中波表示，伊住伫迄间国小附近，发现在营建废弃物的拖拉库捌空车来回，甚至颠倒甲糖白白的土石方载出来，怀疑厂商违法卖土石方，将废弃物带去涂骹底。我们后面针对废弃物流向的这个部分，那我们的监造单位它有记车次，所以监造单位有记车次，向厂商要求实体凭证的时候，在这个方面出了问题。桃园市新工处表示，因会配合环保局继续调查厂商的车班绝对袂糊底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